依家一支要賣幾千甚至要過萬嘅澳洲酒王 Penfolds Grange， 你知唔知當年佢嘅誕生竟然係伴隨住一句高層嘅命令，即刻倒晒佢，一滴都不准留。時光倒流去到1950年代，當時嘅澳洲人只中意飲甜到漏嘅廉價嘅加烈酒，當時高達90% 嘅產量都係廉價嘅砵酒或者係 sherry 酒。Penfolds 嘅傳奇釀酒師 Max Schubert 學完一趟法國波爾多之後大受啟發，佢諗點解澳洲唔可以有自己嘅頂級乾紅酒？點知佢滿腔熱血咁樣釀出第一批嘅 Grange， 頂頭上司同埋酒評家飲完一啖即刻掠翻出嚟，鬧呢一支係垃圾，難飲到好似阿司匹靈一樣，好似化學藥劑混合一啲乾草同埋肥料。高層甚至直接落咗一道死命令，永久禁釀。但 Max 呢個人性格固執，表面上順從，私底下將佢藏喺酒窖最深最暗嘅角落頭，偷偷進行了3年嘅地下秘密釀造。幾年後一場文品會，當時嘅嗰班高層同埋評委飲到一支驚為天人、驚豔到全場震驚嘅紅酒，冇錯，就係呢個當年差啲被毀滅嘅違禁酒，如今成為咗澳洲國寶級嘅酒王。呢支酒之所以可以坐穩酒王嘅寶座，唔係因為佢賣得貴，而係因為佢徹底顛覆咗傳統葡萄酒世界嘅遊戲規則。喺澳洲嘅傳統頂級名莊，潮流鼓吹單一葡萄園或者係單一風土，但係 Grange 偏偏要玩多產區混釀。釀酒師喺每一年全南澳瘋狂去尋寶，將最頂級嘅 Shiraz 葡萄混合喺一齊，包括 Barossa Valley、Necron Vale、Coonawarra 等，務求令到葡萄酒唔受天災氣候嘅影響。無論年份好壞， Penfolds 都可以靠強大嘅混釀技術去維持標誌性嘅酒莊風格。人人都有優雅嘅法國木桶，而且呢一個係傳統名莊必經之路。Penfolds Grange 卻任性咁樣使用100% 全新嘅美國橡木桶，進行18至20個月嘅熟成。美國桶會帶來濃郁嘅香草、椰子、朱古力，甚至乎係煙燻烤肉同埋焦糖嘅霸道嘅香氣。這種狂野濃郁嘅美桶風味，同澳洲溫暖嘅氣候下成熟、肉感十足嘅 Syrah 完美結合，形成咗獨一無二嘅重口味美學，令人哋一飲難忘。仲有佢嘅陳存能力硬淨到令人哋好怕。人哋話新世界紅酒放得唔耐，但 Grange 起碼要放15至20年，放足半個世紀依然活力充沛。當年 Max 偷偷藏起嘅1950年代嘅實驗酒，放到去今日仍然係相當適飲。經常有人話新世界酒只可以盡早享用， Penfolds Grange 絕對係新世界酒入面嘅奇葩。在2001年，南澳政府正式將 Penfolds Grange 列為南澳文化遺產，呢個意味住佢喺澳洲嘅地位已經超越咗商品或者係飲料，而是等同於雪梨歌劇院般嘅存在，是澳洲國家驕傲嘅象徵。澳洲政府在接待外賓或者係進行外交訪問時， Grange 幾乎係最高規格國禮。英國國王查理斯3世與皇后卡蜜拉在出訪南澳時，亦都曾經品嘗過奔富嘅頂級稀有嘅酒款，並且對酒莊嘅釀造技術讚不絕口。最爆笑嘅係關於前澳洲森林威爾斯州嘅州長 Barry O'Farrell 2014年捲入咗一起貪污嘅調查案。當被問到有冇去收受商人贈送嘅貴重禮物時，佢細神辟願向調查員保證絕對沒有收過一瓶價值3000澳幣嘅1959年嘅 Penfolds Grange。結果隔日調查人員當場搜出一張佢親筆寫嘅感謝卡，上面寫住：親愛的，謝謝你送的絕妙好酒，1959年真係一個好年份。1959年嘅 Penfolds Grange 從此被媒體封為政客殺手。英國樂壇巨星 Ed Sheeran、美國傳奇歌手 Lionel Richie， 甚至成龍都係 Grange 嘅粉絲。日本潮流教父 Nigo 亦都曾經跟 Grange 聯名推出極其罕見嘅 Grange by Nigo 嘅限定包裝版，可見酒王嘅影響力無所不在。Grange 嘅誕生唔單止係一支酒嘅成功，更是釀酒師 Max 用執着同勇氣帶領成個澳洲葡萄酒產業嘅轉型，向世界證明澳洲亦都可以釀出能塵封半個世紀嘅頂級偉大紅酒。你有飲過呢支酒王未？
最難忘嘅又係邊個年份？另外，我哋仲有一個關於葡萄酒着數優惠話俾你聽。如果想買到全港最平嘅世界名酒或者靚酒，可以加入我哋嘅私人群組，定期收到葡萄酒優惠。快啲掃一掃 QR code，成為我哋嘅一份子啦！我哋係 Wine So Funny，記得讚好訂閱我哋嘅頻道。下一次見，拜拜。